2016年，大劉喺報紙頭版登聲明，痛斥前女友面皮厚過城牆，20億逐筆數到清清楚楚，一分都唔想多俾。但就係登聲明嗰段期間，佢名下嘅慈善基金每個月悄悄地匯一筆錢去廣州，收款人係香港史上最兇悍武裝劫匪嘅女，已經匯咗13年，冇任何人知道。對枕邊人分毫必爭，白紙黑字登上頭版。對一個素未謀面嘅囚犯女一聲不響匯咗13年，同一個人點解要答呢條問題？要先返去一個幾乎所有人都忘記咗嘅年代。1970年代，香港仔一間細細個嘅吊扇廠，嗰陣時嘅香港係一個充滿矛盾嘅地方。一邊廂製造業蓬勃發展，工廠林立，周圍都係機器聲同汗水味。維多利亞港兩岸每日都有新嘅廠房落成，每日都有貨櫃船駛嚟。另一邊廂，無數由內地偷渡嚟嘅人，帶住一身行李或者乜都冇，湧入呢座城市，尋找任何一個可以落腳嘅機會。大劉劉鑾雄，1951年生，潮州家族出身，阿爸劉火榮早年經營吊扇生意，家境喺中下層，算係穩穩陣陣。年輕嗰陣去咗加拿大留學，讀嘅係數學。數學呢個背景，日後喺佢身上留低咗極深嘅印記，將複雜嘅嘢拆解成可以量化嘅部分，然後後出最有效率嘅解法。大劉喺股市嘅精準追擊，喺感情糾紛入面嘅逐筆清算，喺慈善資助入面嘅固定金額，全部都帶住一種數學家嘅冷靜邏輯，精準，唔多俾，唔少俾，啱啱好。1973年，大劉返香港，咗幾個朋友夾份，用有限資金喺香港仔開咗一間叫愛美高嘅吊扇廠，廠好細，開始嗰陣得20幾個工人，廠房簡陋，夏天熱到好似蒸籠，冬天凍到入骨，工人每日返工10幾個鐘，對手被電線零件磨出厚厚嘅繭。大劉自己亦都喺廠入面轉嚟轉去，盯住每一個工序，計算每一分成本。就係喺呢間廠入面，有一日嚟咗個新工人。17歲，由廣東海豐偷渡過嚟，講住一口外省口音，個子唔高，瘦削，做嘅係最底層嘅工作，繞線圈、裝配摩打，重複、重複再重複，每日企10幾個鐘，人工微薄，因為口音，成日俾其他工人嘲笑，叫佢做撈佬，佢叫葉繼歡。當其他工人因為不滿人工威脅罷工，大聲泱泱嘅時候，葉繼歡冇跟，低頭繞線。裝配收工。大劉後來喺記者會回憶，佢當年乖乖地唔搞事，就係呢句。然後兩個人嘅人生分叉咗，一個方向通向雲端，另一個方向通向深淵。但係有一件事一直令人諗唔通，大劉當年見過無數工人，20幾個，後來幾百個、幾千個，佢記住過邊個？幾乎冇。但葉繼歡佢記住咗整整30年，一個只係喺廠入面待過1-2年，乜嘢轟轟烈烈嘅事都冇做過嘅底層工人。30年後，大劉仲記得佢，記得到願意每個月拎錢養佢個女，乖嘅唔搞事。呢4個字喺大劉心入面究竟代表住乜嘢？要明白呢樣嘢，要先知道葉繼歡離開風扇廠之後發生咗咩事。先講大劉呢邊。1978年前後，愛美高風扇廠經歷咗一場火災，大劉決定將廠房搬遷。就係呢段期間，一個巨大嘅機會悄悄嚟到，石油危機。2次石油危機令全球能源價格暴漲，智能家電突然變成全球最熱門嘅商品。古典風格嘅吊扇喺北美市場大受歡迎，既慳電又帶住一種熱帶殖民地風情嘅美感。大劉捉住咗呢個窗口，愛美高迅速擴張，由20幾個工人變成幾百人，再變成幾千人，產品銷往歐美，訂單接到手軟。1983年，愛美高喺港交所上市，集資超過1億5千萬港元，市值一度突破5億港元。大劉嗰年先至30出頭，但佢冇停落嚟。上市之後，佢將目光轉向資本市場。佢發現喺股市入面，數學比喺廠房入面更有用。
佢開始以低價買入被低估嘅上市公司股份，然後迫使管理層改變策略，或者將股份高價出售，從中圖利。香港人叫呢種手法追擊。大劉嘅手法精準、兇狠、快速，股壇追擊手呢個綽號就係咁樣嚟嘅。之後佢入主華人置業，進軍地產，財富以幾何級數增長，高峰時期身家數百億港元。葉繼歡嗰邊係另一個故事。離開愛美高風扇廠之後，佢做過搬運工、裝修學徒、電子廠散工，每一份工都係底層嘅、苦嘅、冇前途嘅，因為口音俾人歧視，因為係偷渡客，冇合法身份，好多工作根本接近唔到，債務累積，生活壓力越來越大。1984年，葉繼歡第一次持槍行劫得手，然後第二次、第三次，每次得手反而令佢行得更深。回不了頭。到咗1991年，佢帶住 AK-47等重型武器，犯下多宗震驚全港嘅金鋪武裝劫案，全港通緝，警方出動大量人手追捕。1989年，佢曾經用2塊玻璃碎片越獄，就係喺瑪麗醫院，趁住接受手術嘅機會割斷繩索，翻窗逃走。呢件事成為香港警察史上最著名嘅越獄案之一，但最終1996年西環碼頭一場激烈槍戰，警察嘅子彈擊中咗葉繼歡嘅脊椎，佢倒咗落去，再都企唔返起身，從此終身癱瘓。法庭判處超過30年監禁。兩個人1970年代喺同一間風扇廠相遇，一個去咗雲端坐擁百億，一個跌落深淵終身囚禁。葉繼歡入獄坐監癱瘓。故事講到呢度。正常嚟講，兩個人之間嘅關係應該永遠結束咗。一個百億富豪，一個終身囚犯，除咗當年喺同一間廠做過嘢，再冇任何交集。但係就係葉繼歡入獄之後，一件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嘅事發生咗。大劉開始匯錢，唔係俾葉繼歡，係俾佢個女，一個連戶口都冇，喺內地連存在都唔被承認嘅女仔。大劉同呢個女仔從來冇見過面，但佢每個月匯咗10年，而呢件事被揭發嘅方式更加令人估唔到。監獄入面嘅一疊信。2006年，廉政公署查一宗賄賂案，查嘅係懲教人員，案情唔算複雜，本來只係例行調查，但查下查出一疊信，信係由監獄寄出嚟嘅，信紙泛黃，字跡工整。用鉛筆一筆一畫慢慢寫成，寄信個人係葉繼歡。信入面，葉繼歡多謝大劉，多謝佢多年嚟每個月悄悄地匯一筆錢去到內地養住自己困喺廣州連戶口都冇嘅妻女。廉署嘅調查人員睇到呢疊信，一定困惑過，一個百億富豪為什麼要養一個武裝劫匪嘅妻女？兩個人之間到底有咩關係？事件曝光之後，大劉好快召開記者會，正面回應。鏡頭前嘅佢神情嚴肅，但語氣平穩，冇回避，冇狡辯，亦都冇刻意表現到幾咁高尚。佢話葉繼歡當年係我風扇廠入面嘅工人，乖嘅，唔搞事。當其他工人鬧事嘅時候，佢冇跟，所以我決定幫佢嘅妻女。就係呢幾句。記者追問，但葉繼歡係大賊，係通緝犯，你點解要幫佢嘅家屬？大劉冇俾出咩大道理，冇講慈悲，冇講因果報應，冇講咩江湖義氣，只係重複咗嗰句話。佢當年喺我度做過嘢，乖嘅，唔搞事。全場記者靜咗一靜，乖嘅，唔搞事。大劉用呢4個字解釋咗一件持續10年、金額過百萬嘅事，但全香港都知道大劉唔係一個隨便講算數嘅人，佢對錢向來精準到極點。就喺差唔多嘅時間，有另一個女人，大劉俾咗佢足足20億，首飾、物業、現金，逐樣數清楚，然後喺報紙頭版話俾全香港知，夠啦，唔好再睬我。嗰個女人為佢生咗一女一子，陪伴咗佢超過10年。對呢個枕邊人，20億逐筆清算，公開羞辱，對一個從未見過面嘅囚犯女，過百萬一聲不響，匯咗13年。兩件事出自同一個人，同一個時期。呢個反差唔係簡單嘅好人衰人可以解釋到嘅，背後
一定有一個更深嘅邏輯。嗰份登喺報紙頭版嘅聲明，2016年11月15日，香港多份主流報紙頭版一份公開聲明，措辭之強硬令全港譁然。聲明入面，大劉宣布同前女友呂麗君已經喺2014年正式分手，然後佢開始數俾過幾多現金，俾過幾多首飾，俾過幾多物業，加埋晒超過20億港元。聲明入面寫到，對方面皮厚過城牆，氹20幾億，強調呂麗君一早已經係超級富婆，無需再有任何經濟上嘅支持。聲明嘅語氣唔似係處理私人感情，更似係一份商業終止協議，冷靜、精準、毫不留情。呢份聲明喺香港引起咗巨大嘅爭議，有人覺得大劉做法過分，公開羞辱一個曾經嘅枕邊人，有失風度；有人覺得呢個係佢嘅權利，佢已經俾咗咁多，有權劃清界限。但幾乎所有人都覺得呢種做法太冷啦，太識計啦，太似一場生意結算，而唔係一段曾經有過溫度嘅感情。呂麗君為大劉生咗一女一子，曾經高調出席各種公開活動，被外界視為準劉太。兩人喺埋一齊超過10年，然後大劉用一份報紙聲明將一切畫上句號，逐筆清算，公開示眾，全香港都喺度討論同一件事：呢個男人係唔係冷血到極點？但係就喺全香港都話大劉冷血嘅時候，有一件事冇人知道。呢份聲明登出嚟嗰一年，大劉嘅慈善基金仍然喺每個月悄悄地匯錢去廣州，養住嗰個黑戶女仔，已經匯咗13年。對枕邊人冷酷到登報，對囚犯女溫柔咗13年。兩件事擺埋一齊，得出一個幾乎所有人都會忽略嘅結論：大劉從來唔係冷血嘅人，佢只係對唔同嘅人用完全唔同嘅邏輯，嗰兩種邏輯都係真實嘅佢。而要理解呢兩種邏輯，要先明白大劉生活嘅世界係一個點樣嘅世界。豪門世界有佢自己嘅運作邏輯，喺嗰個世界入面，錢係武器，感情係談判，親情係籌碼，信任係最稀缺嘅奢侈品。大劉一生經歷嘅感情，幾乎每一段結束都伴隨住某種形式嘅糾紛。原配寶詠琴陪佢行過創業最艱苦嘅階段，係典型嘅賢內助。但隨住財富膨脹，兩人嘅關係逐漸生變。後來嘅女星一個接一個，關之琳、李嘉欣，仲有各種流傳嘅名。每一段關係背後都有人喺度盤算，大劉俾幾多，對方要幾多，俾到幾時先算夠。喺呢種環境入面生存咗幾十年，大劉學會咗一件事：喺錢嘅問題上，永遠要清清楚楚。模糊係危險嘅，模糊會被人鑽空子，模糊會令糾紛永遠無法結束。所以佢選擇用報紙聲明嘅方式處理呂麗君嘅問題，唔係因為冷血，而係因為佢需要一個白紙黑字嘅終止符。公開無可抵賴，無可繼續糾纏。對一個身家數百億嘅人嚟講，模糊帶嚟嘅風險遠比公開羞辱帶嚟嘅負面評價代價更大。呢個係佢喺商場征戰幾十年之後磨練出嚟嘅本能反應。但葉繼歡妻女嗰件事性質完全唔同。葉家母女唔會爭產，唔會打官司，唔會登報紙，唔會要求更多。大劉俾葉家嘅錢冇任何後患，冇任何風險，冇任何可能失控嘅變數。呢個係佢喺成個人生入面極少數可以單純俾出去，唔需要防備任何人嘅錢。喺一個永遠需要計算風險嘅世界入面，呢筆錢係佢唯一可以唔使計算嘅錢。呢種感覺對一個活喺豪門世界入面嘅人嚟講，可能比錢本身更珍貴。但係講到呢度，仲有一個問題未解答。大劉喺豪門世界入面，面對過無數人、商業夥伴、政商關係、情人、家族成員，每一段關係都有佢嘅代價，每一個人最終都搞過事。但葉繼歡，一個偷渡離港嘅底層工人，一個後來攞住 AK-47打劫金鋪嘅重犯大劉，點解單單記住咗佢？答案藏喺嗰4個字入面：乖嘅，唔搞事。呢4個字喺大劉嘅世界入面，究竟有幾重？大劉1973年創業嗰陣時，佢20出頭，仲未係大劉，只係一個初出茅廬嘅細老闆。
風扇廠入面嘅工人大多數係底層嘅人，有本地人，有新移民，有似葉繼歡咁樣嘅偷渡客。大劉每日喺廠入面轉，佢見過呢啲人點樣喺悶熱嘅車間入面企10幾個鐘，對手磨出繭，人工卻少得可憐。佢亦都見過葉繼歡一個17歲嘅少年，口音俾人嘲笑，身份係黑市，乜嘢都冇，只係低頭做自己嘅事。乖嘅唔搞事，喺嗰個世界入面，呢個已經係一種尊嚴。大劉後嚟越來越有錢，身邊嘅人越來越複雜，商業夥伴算計佢，情人糾纏佢，家族內部暗流湧動，每一段關係都帶住某種目的，每一個人最終都要搞事，親情、愛情、友情，全部都可能變成談判嘅籌碼。喺咁樣嘅世界入面，待咗幾十年，大劉建立起咗一套極其敏銳嘅雷達。邊個係真心，邊個係盤算，邊個遲早會搞事。但佢亦都記得，曾經有一段時間呢套雷達仲未存在。1970年代，香港仔嗰間細細個嘅風扇廠，嗰度冇百億身家，冇股壇追擊，冇豪門爭產，只有機器聲、汗水味，同埋一個低頭做事、從不搞事嘅17歲少年。葉繼歡後來行差踏錯，犯下重案，呢個係事實。佢嘅罪行冇任何可以為佢開脫嘅理由，但佢當年嗰段乖嘅唔搞事嘅日子，已經永遠留喺大劉嘅記憶入面。時間越長，嗰段記憶可能越珍貴，因為後來嘅世界唔搞事嘅人實在太少啦。大劉幫葉家母女，唔係因為江湖義氣，唔係因為慈善心腸，而係因為喺佢越來越複雜嘅世界入面，嗰段風扇廠嘅記憶係極少數仍然乾淨嘅嘢。佢想保住嗰份乾淨，資助葉家係佢保住嗰份乾淨嘅方式。最令人意想不到嘅唔係大劉做咗咩，而係葉繼歡個女大個咗之後做咗一件所有人都預料唔到嘅事，一件連大劉自己都可能預料唔到嘅事。葉繼歡喺獄中曾經用鉛筆為個女畫咗一幅畫像，大隻眼、圓圓地嘅面，一個阿爸對個女最深嘅思念。畫喺一張薄薄嘅信紙上，由監獄寄出去，寄到廣州番禺嗰個普通屋苑。嗰個女仔喺嗰個屋苑入面大，佢知道自己阿爸係邊個，知道外面嘅世界點樣睇葉繼歡呢個名。香港史上最兇悍嘅武裝劫匪、世紀賊王，佢帶住呢個名大，喺一個連戶口都冇嘅身份入面大，靠一個陌生富豪每個月匯嚟嘅1萬幾千蚊大，換咗另一個人。可能一早被壓垮咗，但佢冇。中學時期英文考試考咗99分，返嚟對中間人講：下次我要考100分。唔係因為要向邊個證明啲咩，只係因為佢唔甘心。99分對佢嚟講仲未夠。後來佢完成咗海外中學課程，然後有一日佢打咗一個電話，佢話：我已經可以自己賺錢啦，唔想成為任何打嘅負擔。然後佢補充咗一句，建議將嗰筆錢留俾其他更需要幫助嘅人。大劉嗰邊多次表示可以繼續資助，都被佢婉拒。一個由大賊阿爸、困苦阿媽、黑戶身份以及一個陌生富豪嘅善意共同塑造出嚟嘅女仔，大個之後選擇咗最有尊嚴嘅方式離開。唔該你，但我唔需要啦。呢句話比任何感謝都有力量。佢講嘅係，你俾咗我一個機會，我用嗰個機會企返起身啦，而家我可以自己行啦。喺大劉一生經歷過嘅所有人入面，爭產嘅、糾纏嘅、算計嘅、登報嘅，呢個女仔係極少數令佢真正得到回報嘅人，唔係錢嘅回報，係嗰種你做咗一件事，佢真係有用咗嘅回報。但故事仲有最後一幕。一幕帶住強烈宿命感嘅終結。葉繼歡最後死嘅地方，正正係佢當年越獄嘅嗰間醫院。人生兜咗一個巨大嘅圈，返去起點，而嗰個終點，亦都令成個故事有咗一個冇人預料到嘅收場。2017年4月19日，葉繼歡喺瑪麗醫院病逝，肺癌，終年56歲。嗰間醫院正正係1989年佢用2塊玻璃碎片越獄嘅地方。人生兜咗一個巨大嘅圈，最終返到起點。葬禮上，妻女冇出現，
佢哋係通過新聞報道先知道葉繼歡去世嘅消息，佢哋選擇唔現身，選擇以呢種方式徹底同過去切割，同嗰個名切割，同嗰段歷史切割，同所有同葉繼歡有關嘅一切切割。大樓嘅資助亦都喺嗰前後悄然停止，冇公告，冇聲明，冇任何人知道佢係幾時結束嘅。佢咁樣安安靜靜地結束咗，就好似佢從來冇開始過一樣。一場冇觀眾嘅戲喺無人注意嘅角落緩緩落幕，但佢真實地發生過。佢改變咗一個女仔嘅命運，令佢由一個不存在嘅人變成咗一個可以企返起身，可以拒絕幫助，可以靠自己行落去嘅人。呢件事無論大樓做過幾多其他嘅事，無論佢對呂麗君有幾冷酷，無論佢喺商場有幾狠，呢件事係真實嘅。大樓嘅晚年情感生活逐漸走向平靜。甘比陳海韻嘅出現係一個轉折。甘比出身普通家庭，曾經做過娛樂記者，佢冇嗰種令人窒息嘅美貌，亦都唔熱衷於出現喺鎂光燈下，但佢細心低調，識做，樂善好施。大樓公開講甘比係佢最後一個女人，話就算100個靚女企喺面前，佢都無動於衷。佢將大量資產轉移到甘比同埋佢哋共同子女嘅名下，家族財富完成咗新一輪嘅佈局。呢個選擇同佢對待呂麗君嘅方式形成咗另一層對比。同一個人對唔同嘅人可以有截然不同嘅態度。或者經歷過咁多高潮同低谷之後，大樓最渴望嘅已經唔再係激情，唔再係需要不斷證明嘅掌控感，而係一份可以卸下防備嘅陪伴，一份唔需要算計嘅溫暖。甘比俾佢嘅正正係咁樣嘅嘢，而呢點或者亦都解釋咗點解佢願意喺晚年將最重要嘅嘢交到甘比手上，因為喺佢嘅世界入面，唔搞事嘅人值得信任，值得託付。行到呢度可以答開頭嗰條問題啦。對枕邊人分毫必爭，對囚犯個女卻慷慨咗10年。同一個人，點解？答案係兩件事，其實嚟自同一個邏輯。喺豪門世界入面，大樓見過太多人喺錢面前變臉，商業夥伴、政商關係、情人、家族成員，每一段關係最終都變成咗談判，都變成咗計算，都變成咗一場冇終點嘅博弈。所以佢學會咗一件事，喺可能搞事嘅人面前，永遠要清清楚楚，白紙黑字，分毫不讓。呂麗君係嗰個世界入面嘅人，所以大樓用嗰個世界嘅規則處理咗佢。但葉繼歡個女唔係嗰個世界入面嘅人，佢係一個黑戶女仔，住喺廣州番禺，阿爸坐監，連身份證都冇，佢冇能力搞事，亦都冇理由搞事。大樓俾佢嘅錢係佢成個人生入面唯一一筆唔需要防備後果嘅錢，喺一個永遠需要計算風險嘅世界入面，呢筆錢係佢嘅出口，一個令佢可以暫時造反普通人嘅出口。嗰個喺1970年代香港仔風扇廠入面嘅細老闆，看見過一個17歲嘅少年低頭做事，從來唔搞事。幾十年過去咗，嗰個細老闆變成咗大樓，但嗰個少年留落嚟嘅印象從來冇消失。葉繼歡個女最後拒絕繼續接受資助嘅嗰一刻，係成個故事最有力量嘅一幕。唔係大樓嘅善意有幾偉大，而係嗰份善意最終成就咗一個人嘅尊嚴。真正嘅幫助從來唔係製造依賴，而係俾對方一個機會，令佢最終能夠企返起身，然後同你講唔該，但我唔需要啦。邊個先至係真實嘅大樓？或者兩個都係？嗰個喺報紙頭版逐筆清算嘅大樓係真實嘅，嗰個每個月悄悄地匯錢從來唔聲張嘅大樓亦都係真實嘅。但如果要選一個時刻最接近真實嘅，佢唔係報紙頭版嗰一刻，係嗰個冇人知道、冇人看見，每個月悄悄地匯出去嘅1萬幾千蚊嗰一刻，佢唔係大樓，佢只係一個仲記得乖嘅、唔搞事、值幾多錢嘅普通人。